下巴下来看眼嘅专题报道，3年前呢，莫拉克风灾使至到屏东林边加东一道天气果然起死，5分内呢也困难继续来续5个月。屏东县政府路推动用水种田计划，用足足嘅日头来囤灾民天数产业转型。参加天气计划嘅43.8公顷嘅土地，按算1年嘅发电量只得到3104万磅。 以前还没88进前呢，都是种莲雾哦，这里产业都是莲雾，哦，都是莲雾园。60人生嘅林边用到村长蔡玉贤，头3分8嘅田丘，种嘅20人人嘅莲雾，都头800风采家下大枪枪嘅。因为莲雾不好种，莲雾88水灾都淹死，像那旁边就没有办法生存了。 也下蔡村种嘅莲雾园拄好唔种莲雾嘅，系改种田。也好用水种田计划系屏东县政府为到同800风产业灾民添恢复家园，行会解决从旧来提前立下去嘅问题，每位民众来捞产业转型。用水种田嘅调研期计划系到林边加东嘅文安滩、广林滩、正林滩、文凤滩、新浦滩、嘉福滩也6个所在按依调能办。 总共我们设置的面积，大概有43.8公顷，整个总共的容量有23.6个兆瓦。去年度一整年下来，发电总共有2850万度。土亚田丘地度都得看到一个日头内发电板，都得讲系非常的贴撇咯。也只有20头记住都得发电，从今日无烟呢，大概就都得发电2到3点钟。不过迄讲系日头旺旺的，大概就5点钟。用1年1000瓦的发电量3.6磅来算，1年的发电量有3104万磅。 用100年土台湾土产一户人家1年用嘅3650磅嘅天来算，1年下来就得提供8500户人家来用。不过喺三创1年151磅嘅发电量，1年就得提供712万嘅家庭用电，用电量整差一般500匹。它用很大的面积，但是它能产生的能源就很少，1 kW 哈。 的太阳光电，它要多少土地？我们这样去算完我自己来算，我发现大概要整个高雄市区全部都布满了太阳光电板，才能取代核适。也用水种田的吨桥天价1磅大约7.33美元，同一般的家庭用电1磅大约2.7亿元来比，就所涨嘅4个半卡价。1年下来，台电爱是超过2亿2千万来买。 按用嘅做法好查少，台电当然做了钱，天才会加重民众的负担。这个就产生一种结构性上的一个困境啊！好，因为台电，当然台电也可以很慷慨，因为他也会觉得说，反正不够钱就政府补贴嘛，政府补贴就成民补贴。那其实他也有一部分在把关，就是说也不要弄成这样子。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补贴啊。 购买这个再生能源的话，这个再生能源就设置的时间都会往后延嘛，会比较慢哈，所以我们会去适当的去补贴、去鼓励来设置。就算考卡到热照天气也得原因，愛按壓地位呢條能辦嚟發電係嘅有困難。行家唔是講用水種嘅田垃圾家用，唯一考試嘅係太水大發嘅蓮霧園唔穩呢。 唔但將做地發展再生能源，土地未有好了，天氣恢復，也上係保護人嘅家園。下個新聞林建佑唔是以屏東報道。